今天继续关注16强赛战报，有的帮派已经晋级8强，还有的明天生死战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我操，这届陈沙一个人都没掉，天龙会也只出去了4个人，太强了！这就是国家队，都是30个主队，明天还要打一场生死战，顶级强帮的对决，太热血，太刺激了！我操，腾龙轩周六输给天山派了，昨天腾龙轩险胜，我还说没想到天山派这么强，没想到你们真敢赢啊！这一组也刺激了，明天的结果还真不好说。万学哥晋级了，恭喜！逍遥永恒只进了48个人，看来对昨天的结果很不满，希望这种让对面站街的战术不是跟我们学的，都他们赖黑毛。据没有悬念晋级8强，恭喜！龙翔险胜天龙，这种差距也太小了吧！恭喜猴哥，恭喜阿腾。万腾不用说了，继续等待。蓬莱岛晋级了，恭喜！下周继续被毒打，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清风继续碾压珍宝阁，晋级8强，恭喜！我真想知道这个帮到底有多强，就安排你们去做蓬莱岛吧。